表情哦。然后你唱完的时候，他们是没有了，也是一样，也是一样。先讲错多买点。东江来罗贡哦，闯山鸡美难，闯树鸡美难。 中國嘅心臟，扭一大力腿，扭一腳下來。好，一個禮拜 PK 踢上個禮拜嚟咯，非常嘅激烈出擊。趕快進行我們的比賽。比賽之前呢，先介紹下評審先生，葉家全先生、錢國立先生、總飛先生、羅國立先生。 今天有奖金挑战赛。哦，今天有呀。对，今天有一个对，粉红色的 Elsa 来。个清灯粉红色。哎 ，Elsa， 清灯一下。哦，来，给介绍下来哈。总心意小妹妹带来 Can you 发？来，堂哥好。 Can you fly? Fly can you? Chop can you? He got you. It'll hand you. I got you. Can you fly? Fly can you? Chop can you? He got you. It'll hand. 哇，等一下，放慢一下，哎，一多岁嘞？6歲。6歲啊！哦，客家話講到很真很好呢。哎呀，娘娘的客家話用的念嘛？你的名字怎麼念？張心怡。張心怡啊！我聽講2歲就會唱歌的，你嘛？係嘛？係咩？2歲時間唱乜嘅歌？細老鼠。細老鼠有唱。 細老鼠哦嘰嘰嘰，老鼠青好色東西，老鼠忘記了。對，很可愛，真可愛。爸爸媽媽的呢？哪裡？啊，哎呦，爸爸媽媽，你們好，好，你要不講好嗎？不會講。你不會講，可他為什麼會講？就在那個桃園龍潭那個都會有活動，所以大家去參加。 那就是芊芊姐姐會唱歌，所以要跟着學。真的假的？你很厲害。你好厲害喲，天分哈。你很厲害啊。對，就愛唱歌。一般迄生意迄要講客嘅吧，全部做喺田地阿婆阿公啊，你講啊，哦，土太怎麼講？哎，咁麼呢？哇，這厲害厲害厲害。剛剛我會一朵樹客家歌。你會幾首？客家歌大概。太腦處。Can you 發？ 係咪你默嘅？
探油菇。探油菇啊，安尼汉一拜有给非常的冲探油菇，好吗？还有很多，好，很多我们留着下一次有机会再来赚奖学金，好不好？好。安尼。唐贡品。唐贡哈贡品的。罗国立老师。好，你的声音很干净，然后呢，可爱度也很高，就是你这个年龄该有的声音。好，那你就是现在趁还声音还没有变声，其实要说变声你还早啦。然后芊芊老师是一个很好的你学习的方向，我们这边希望你多学他的歌，你长大一点你就可以来这边比赛了。我们等你哦，好不好？鼓励你们加油哈！安尼就看几个分数，总情义的分数。哎呀，96分啊！这样有没有？有没有过关？可以拿奖学金吗？可以吗？我哈伊啦！来，恭喜你得到3000块的奖学金哈！比他还高，比你还高哎！啊，这3000块拿回去，带妹妹去买吃的哈，买好吃的东西哈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啊！谢谢你啊，下次再来哦。OK， 好，回做休息，回去找你爸爸妈妈哈。再见哈，再见。哎 ，PK 赛比赛规则，参赛者2赛1组进行 PK， 分数较大也希望达到88分的人强势淘汰，下降评分就由评审先生开飞看慢一呀。比赛之前介绍讲规则，讲规则来。这样的叶嘉修老师，基本吼，PK 赛基本公司是挺好嘛哈，个认准啦哈，切破啊，也是唔是讲的哈，主要是哦。除了马萨嘎哦，你的主机哦，要到七架个特色，那个表现出来。是。含张本你就平时来提讲，你嘅发展嘅方向，然后慢拼音就慢慢往强壮吼，这是你嘅特色，吼，加油。好，安子好，来，进行这比赛来。好来，出枪有规划手出一下，有8位嘅参赛朋友，看那个运气了，可能出到吞慢人咯，哈，来。运气好，出到较差对手；运气无好，出到较强的对手。尽用啊，名唔多人。较演得。唔敢。那一拉哎，个旁边面骂呢，怪呢。什么啊？哎呀，戴飞来。这个舞台，哎呦，我按多就出到来。我还青蛙厨呢。昨天做梦就已经梦见了，梦见你千王了，你就是千王，真的。有时候唱千王也很好啦，唱一唱，坐在那边休息。我今天一来就看到那个前面就说我是1号要来对歌，我还是1号。是这我乱抽的呢。对啊，我知道。哦，这个上天注定了，注定了。还有7位轻讲慢演。都怕。刘佑琪、陈凯瑞、曾子瑜，都惊。最怕谁啦？最怕谁？刘佑琪，好了啊！他还没出到刘佑琪，刘佑琪。哦，他刚刚也有念到这个名字哦。对，只是他是排第2顺位。好，陈凯瑞。来。好。你会怕他吗？会。他不会怕我了。他真的给没下感应，但是冲会真的懂货啊，某边。你应该要怕他。你今天要小心了，这是你的运气，没办法，谁叫你被他抽到的？你不抽他抽你。我好后悔，我手怎么那么长？唱马狗。唱马狗。我唱平行线。一条难冲哎。你嘞？研发中你健送嘅1送1。研发中健送嘅1送1。你用嗰陣咩客家嘢，我嚟變客家歌嚟彈過嚟。啊，就跟你拼了。一扎梦，一份爱含在心中。虽然有万亿千年，自问自后，敢配别来无用。
情断了，心碎了，爱酸苦，无影无踪，千金客求望真情，只留遗憾，痛彻心扉。爱老你将偏袒给两条线，爱等到泪里怎为恋深渊。阮思念深黑点，黑唔黑前世注定今生无言。爱老你将偏袒给两条线，只等转身一个个最后一面。一给天，一给天，永远牵丝情，今生给缘。爱老你将偏袒给两条线，爱等到泪里怎为恋深渊。阮思念深黑点，黑唔该前世注定今生无缘。爱老你将偏袒给两条线，只存转身一个个最后一面。一给天，一给天，永远牵丝情，今生给缘。你们爱犹记爱你，不知用办讲出心中真情意。怪爱忽略了你，怪爱戆戆词不答你，暂袂如意，送呀。给心，年发作已经送给送你，一年多天爱海姑娘相随，用爱给真心，万年做成给情，年发作已经送给送你，风尘应该良心永不分离。用爱给友情，束缚你一世一生你。年发作已经送给送你，一年多天爱海姑娘相随。用爱给真心，万年做成给情。年发作已经送给送你，风尘应该良心永不分离。用爱给友情，束缚你一世一生怪爱忽略了你，怪爱戆戆词不答你，暂袂如意。送呀给心。
哇，两个有病哦。哎呦，两个都没客家人哦，冲起来无简单哦。真的，哎呀，这个节目好搞的地方，我没客家足强出来都安尼。跳摆嘛，请讲伊呢？唔跳摆讲记做嘛？青微冲嘞，无论是客家歌嘛好啦吼，好乐歌嘛好，建议歌嘛好。所以你也跳摆比赛时间只有度过的，是不是？哦，人家其他唱歌真的个感情投入到我看。跟海空哥子瑜，你刚刚听他唱歌，你那个表情也是跟着他那个哈感觉在走哈。什么？哪有？那一位奏的厉害？哪一个？红色高跟鞋女孩。他本来就长得这样，你知道吗？哇，这两位棒，真的棋逢对手。千向欣赏的公平那里来。叶嘉轩老师。俺老讲吼，俺感觉像慧茹哈，老师好。我觉得俺要给你个意见，你中国亲友表情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听得懂哈。听得懂。亲友表情，不过你中国歌哈，你没有分配好两首歌整个歌的一个段落，你不能够随意的去换气，你要向后俩吉祥，爱到你。唱偏行给两条线，这个你要把它分开来，因为我跟你它是一个句子嘛，然后再做一个表情，你要说什么东西，这你最明显的就是这两句都没有做得很好，因为它是一个过门的一个重点的地方。爱到你唱偏行给两条线。所以在这个部分呢，本来我给你的分数，我觉得你的抒情表达很好，但是呢，这一点上以后要加油。所以我希望你以后唱歌哈，一口气吸满了以后，想好要在哪里，重点在什么地方，好，把它加上去了以后再唱，不要乱断这样。好，那凯瑞哈，今天感冒对不对？整个声音有点怪怪的。哦，我就听起来就觉得不太对劲了，因为啊，有点嗡嗡喊有。都是鼻音了，就已经咬字都没有办法判断了。棉花做一个送给送你，风尘应该两心永不分离。不过实在讲，他的感情是处理的，老实讲，是比慧茹还要好。哦，就有个中爱用鬼挑国跟句子哦，然后讲，这是一个客家的节目，他搞国的美呢，基本上来讲的话，凯瑞表演的今天来说的话，虽然慧茹唱得好，但是以凯瑞的情感的叙述来讲的话，是把客家的美表达的比他更好，所以对我来说还蛮难做判断的这样。难做人了哈。难做人。谢谢啊。哇，评价都很高呢。是。可能用这些分数就会懂过，但是可能就会检查个1-2分那一点点。哦，可能有小数点。对，小数点。我们对不起，我们机器没有那么进步。真的，是要换新的了。来，好，看一下先看几个分数来。好，戴飞的分数。谢谢，91分。91分，要动5分呢。再来看陈奎水的分数。91分。你看，91分，同学。旗鼓相当啊，真的啊好。所以这个时候哈，就要交给老师啊，都高文先生双漏给来，老师。就让你们来讨论一下咯。经过激烈的比赛，也两位选手都创到平数，在评审现场开会讨论以后，到底万人会顺利过关，万人又会本人签字淘汰呢？好，也4位先生吼已经讨论好的来。真难做决定。叶老师好。用眼的反应。参事你参事淘汰慧茹，因为谢谢。凯瑞他在整体的表现方面，我们觉得，因为他状况不好，但是呢，今天的表现很完整，所以希望慧茹继续加油，还有机会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好，安吉姐，简洁有力啊，没关系，因为谢谢大人。没有，还有后面还有很长的路，老师我在想了，暂时淘汰哈。我在想老师应该会把你留下来，好不好？
恭喜2位，谢谢，好，恭喜啊，恭喜。凯瑞，好来，我休息。好嘞，那恐怖箱了，来，轰轰轰轰恐怖熊哎，来，轰轰轰，还有6位参赛朋友啊，来，先看海军出动满营，来吧。刘 Yuki， 哎呦，那地方后朋友陆续行出来。君好，你好，佑琪你好。现在还有5位参赛者，你本来应该是最怕抽到凯瑞，对不对？对呀，好，已经杀掉1位了哈。我本来就想说，我这次不要教你发音了。哦，你教他发音的。万一抽到他的话，我把他教的那么厉害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自己 PK 掉。而且他又感冒，对不对？感冒又传染给你。还好。那有没有怕的？还有5位，第2顺位，另外5位，我还蛮怕的。自由姐姐啊，对不对？对呀，自由姐姐真的是很厉害。懂那么冲哦，自由姐姐。对呀，来，快不要看，最怕的就会抽到吗？对，会，这个是墨菲定律。不行看哦，不行看。来，看着我就好，不能看。掰台耶，掰台嘞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哦，好玩哦。真的吗？这个可能不是普通的自由姐。来处理就好了，这个需要不会又陈火力全开，捅鼻涕哦，这个也很棒哦，来，欢迎来到舞台当中。他也是我很敬畏的对手。对，威婷也是我们这个算参赛者来讲哈，算客家界的摇滚女王。其实她心里面的 OS 是汤威婷。一狗，你松柏哈，你是为什么会害怕他？是你说上次看到他？对，我看到他表演就觉得哇，好厉害！上礼拜有遇到那个我刚刚看了迷彩排，觉得更厉害。啊，真的啊？对，没有不知道了啊，臂章敌了，对吗？哈，那带了马狗。欧洲给海。欧洲给海。啊你嘞？周盘。好，来弹看来，来。你爱爱呀好，爱上你呀好。唱完的时候，刚刚我看他们的那个表情哦，然后你唱完的时候，他们是没有了，也是一样。跳摆竹灯开歌太杀鼓。
讲的，伊所无埋怨就有爱，有人讲伊撒因伊了生，因个生的伫那边，但伊又香又水。 金色清江的地方，带着 baby baby 就沿用过几生意，你爱爱也好，爱上你也好，一生一世总为你做伴，你爱爱也。 想你也好，日日夜夜总为你做伴，伊爱爱也好，爱想你也好，一生一世总为你做伴，伊爱爱也好，爱想。 也好，日日夜夜总爱你做伴。哇哦哇哦哇哦！爆发力十足哎！真的哎，我发觉今日哦，有拿出他的实力出来，嘿呀，缺半，缺一个半，有把那种真感情对。你要谁啦？这那么多给你找，非常需要一个半，被你找去了。你不要找碰碰就好了啊，他。 碰碰也不错，蛮可爱的。也不错啊。某 Q 用啊，某 Q 用的类型啊哈。懂唱的，气质款。没有他。差多了哈。对呀，哎，他唱完的时候，说真的啊，他唱完的时候，刚刚我看他们的那个表情哦，好险。是羡慕。然后你唱完的时候，他们是没有了，也是一样，也是一样了。他跟那个小康一样，掌声的点不一样。对，没有了。他们看哦，你唱完的时候，他们也是非常惊艳。真的，我刚刚你故意什么？来，唐先生的公平呢？这位老师。 大概有 PK 时间啊，所以讲最好看的出来 PK 比赛哈。你有人讲这个墨菲定律就是这样，一讲的时间，你除非一出道机，其实你来讲的嘛个，你来讲的很自家，对吗？利用声音，头开讲，两位都是我心目中的优等生哈，资优生在这一届里面。我先讲 Yuki 哈，那首歌曲佢当成期，欧洲的系应该来讲，佢係講故事的歌曲。 人去到當表演出有故事誒，根本就唔是講，對冇？你要說各位淡淡的唱，你自家出有濃濃的感情，我必須要很不禮貌的說，這就是歲月的累積。我之後人家上有安尼特色，你自家上有自家特色，我覺得就是緊張害到你，你因為太緊張，鼓手講你的咬字就變得很重，然後你的共鳴你就跑掉了，你就會一直有嗰種壓着聲音嗰種感覺，上變態的。 有做嘅係已叫無言作來。那之後咚大聲，咬太用力了，你懂我意思嗎？這個輕輕咬就可以。我剛才講一定低，好冇？太大聲哈。那威霆就我當一份基本的表現，不管係我只要表現係總體的來講哈，有啲人講我歌唱好就好啦，或者是我穿得漂漂亮亮就好啦。不過今日威霆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，其實啲。 台檔不管係比賽呀表演，我覺得就是一個整體的感覺。好，那我覺得歌也好哦，你說前面特別是說故事，你前面也是在說故事哦。基本上3連音啊，講法感覺出來。有人講，伊撒因伊了生，因個生的伫那邊。
不过有一点我要提醒你，你算是大炮型的歌手，你这个一听到注意的位，你就想在冲太多感情的发，会变得太降气，你知吗？好，然后这2遍同样的歌，同样的旋律，你再给我想一下，你要做什么样的调整，在 melody 上面或是情感，从轻到重，从重到轻，有山坡的感觉。我喜欢你今天的表演，这一点点小小的建议，好，加油！好，来，看分数，来看刘佑基的分数。89分。太紧张了。不差啦，89要做对啦。哦，高木98。是吗？来，看下个分数。同李婷的分数。是啊，暂时淘汰，老师在讨论看有没有办法让你再回来，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谢谢。好，来回座休息。好嘞，恐怖。好嘞，来。CV 参赛朋友哈，睇下 CV 拢全都拢清歪的吼。海军跟出动慢言来。慢言，恰菲仪。恰菲仪，欢迎来到舞台当中。又是一枚慧茹。我们这一场有3位慧茹啊，可是始终抽不到那一个。庄慧茹、谢慧茹，还有什么慧茹？戴慧茹。哎呦，真的呢！啊，3个慧茹哎，好玩了，蔡奇亚米啊。对呀。你话呢？还有3个。来，3个。子瑜。还没唱的举手。知佑，还有丽云，傻妹。好，看是3位。哎呀。我会帮他抽到知佑姐。知佑姐姐，哎呦，现在目前第1名呢。人气很旺啊。刚刚前面的时间，他可是东江出豆金，你看现在剩3个，还很怕抽到你。所以你们后面2位会不会觉得很丢脸？都没有人怕我。不会的。好，那你就来吧，不能偷看。刘知佑。黑曼也。丽云。好嘞。OK 吗？这个 OK 吗？我刚刚蕊对 key 的时候没有听到他唱，我没听到。没关系，不听就好了。不听你压力比较没那么大。哎呀，好吗？带马个啊，抽马个狗，青青黄黄的，强强蹦蹦。哎呦，强强蹦蹦。那个武强哎。月夜想君郎。哦，月夜想君郎。没后堂，来，看了，好了。
这发生什么事哈？故意的哈。啊。哎呀。啊，后面。哦，后面那张岩快台了哦。用迄无控样的鼓路，系啊，无控样的方向，伊也先生啊，看要东南片哦，对呀，安尼，唐贡品来。总费先生，慧茹，爱唐你冲狗，只有2个字，就是自在。我觉得回去看转播，每一位选手都可以看一下，慧茹这一次的表演，因为她从站在台上准备开始的时候，她就开始在酝酿了，是吗？我觉得她就在酝酿，一直酝酿着那个很舒服、很自在的情绪，因为这首歌从头到尾，她的那个真假，然后真假这个东西很多，如果你的声音、你的身体没有很轻松的话，是做不到的。那我发现整个前奏进去，他就因为他之前就已经预备好，所以他整个都享受在那个歌里面，所以我听他唱歌就是自在。有一个眼有个希望风，有一个。还有一个很棒的地方，我有注意到，就是你的眼神，你的眼神都在诉说所有的歌词，非常的棒。这个眼神透露出来，你就觉得你在唱的时候，你的眼睛也在表演。我觉得你看到那个画面，然后也影响到我。然后包括你唱完了哦，在尾奏的时候，他依然享受在那个自在里，所以就2个字：自在。我觉得你今天太棒了，谢谢老师。那丽云，其实从你站上去，我同样的，我在慧茹身上看到的是自在，在你看到的是紧张。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，很多比赛的选手都是会紧张。那下次可以更多的去放风，反正你已经站上来，你就享受在这舞台上。然后因为你的紧张，以至于你从头到尾的表情都一样。从头开始就是一轮明月过天空，后面对你相思苦都一样，因为你在这个紧绷里面，你那个一定是上不去，很可惜。还有就是你的共鸣哦，有点太前面，所以在高音的时候，情郎爱给歌，情郎都在这个地方，你的鼻音，那你再冲上去又上不去，就听起来很紧。爱给情郎爱给歌。所以这些东西，你在记得唱高音的时候，一定要把位置再稍微往后摆一点，嘴巴再稍微上下开，不要左右，左右开是扁的，上下开才是圆的。好，给你一个建议，谢谢。2位组表现得很好，加油！好，怂到停了，真的怂到停了。但一比有入个吃菜表演嘛哈，一比本身上讲都一无是处用的。没啦，无一无是处啦，你要讲的共鸣点空在提前面是啦。哦，真的啊，来了，多带2位买的成绩较好嘞，看分数来。掐费的分数。没，哦哟，差一些就可以奖金挑战赛。3个慧茹，你看，这个慧茹分数按高啊呢。其实我刚刚取名叫慧茹的，都懂厉害。以后改名叫慧茹好不好？知道吗？我觉得我应该来改一下朱慧茹哈。朱慧茹应该会。不然你啊哈。我来看个分，爱看嘛？爱看嘛？还是爱看呐？看啊，来看一下来。丽云的分数。懂吉利的数字。发，太发出来。对吧？先发了再说。对呀。好，反正先枪死投胎，枪死，你看欣赏没讲枪死，有可能会不转来哦。其实你声音很甜美呢。对呀，跟你的年纪有点差。是不是老了？莫被讲。好，那暂时休息，好不好？枪死，好，恭喜你啊！谢谢，继续自在哈，无量自在，好不好？好，万自在。好，来，还有2位了哈。按我抽顺序。好，2位参赛朋友来。
好，两位看嘛先出来，看慢演先唱来。好嘞，出马用推演。郑子怡。好嘞，欢迎来到舞台当中。哎呀，我们客家嘅罚单啊。罚单噔噔噔噔。好。你好。你好。今晡日會緊張嘛？有較好對喂。有較好，吼。好。安尼還有一位哦。哦。個劉子悠。你出看哪看迄咩記？迄咩記嘅話就表示我哋做壁哦。係咩啊？唔係。哎。我有人去做一下。來啦，來一台劉子悠。好嘞，歡迎來到舞台當中嚟。哎呀，自由姐姐。我發現他們的是音哈。你好。兩位那個服裝很素配。哎呀，好好好。又瘋又強。旺旺強強，加幾重誒。有重誒哈。啊。所以你今天要放水嗎？要欺負老人家，還是要讓老人家？要。演好自己，演好自己哈，演好自己，演好自己。對啊，魔腔師台嘅比賽啦，哈，嚟，那帶嚟馬哥。演好自己，演。大哥誒，大哥誒，跟呢？係金亞嘅講演。哎呦，哦，兩條歌都當我彈嚟彈，看啦。一遍一遍演好自己。在抖什麼？可能從太熱嘅時間本來就會抖啊。愛恨太假講，冇按用啦。冇按你啊，咁冇用誒。清真爽嘅。清真爽嗎？客家民謠。先講出到乜嘢？東江愛羅公哦，長山基美南草樹坪。
讲这日沙重年，今世已求人世多变，沧海桑田。点情的夜光神攀岩，归向天风吹到面前，像人的夜光，像人的花香，思念亲相牵。点情的夜光神攀岩，归向天风吹到面前，像人的夜光，像人的花香，思念亲相牵。轻扬夜光夜光照日沙重年，今世已求人世多变，沧海桑田，沧海桑田。莫强石头的对手啦吼。莫真提起讲要有强势台因嘛。为我要感冒啊，你感冒？讲啊讲法都安尼哑哑的。冇呢？唔会啊，唞唔出来啊。我吃到唔较冇紧张呢。对。伊较紧张。哎，你只有阿姨吼有种我豁出去。只有姐姐之位那阿姨，对不对？加有讲莫强石头，对啊。都会啊，你的都会豁年纪可以，出去啊。我的年纪不可以。啊，你啊要感冒啊，讲法都安尼哑哑。他豁出去了，双手一摊。一摊哈，对呀，反正就比赛就会安尼啊，自在哈，就飙出去啊。是。没会紧张啊，那你跟我讲你在抖什么？有吗？没有啊，你唱歌可能从太夜时间本来就会抖啊。爱听太假讲，係啊，冇按用啦。冇按你啊，咁冇用誒。嚇？就清真爽嘅。清真爽嘛。好啦，兩位嘅表現嚇，阿唐先生嚟公平啊，嚟好嚟。羅格利先生。子瑜哈。老師好。哎，你好。我記得上擺有先生有講過你嘅較代表性嘅問題，就講唔唱流行，老唱本身嘅拿手嘅傳統戲劇，有一些咧活唔開啦。好，我唔定自己有種感覺嘛。其實有個優點在於本身嘅音色，你的聲音很真，非常真，非常的 pure。啊，但是後面因為長期了，你習慣於一種戲劇嘅唱法，所以呢，你對於唱流行歌曲部分嘅感情嘅表現，然後對一個戲劇感情嘅表現有一點嘅分享下嚟，搞唔清楚咧。還有一點啊，做當創業就講，唔曉得去表現自家聲音嘅優點，甚至於唔可能連自家聲音嘅優點都來，你可能都還不是很清楚哈。我舉一個例子哈，要如果鬼叔國最高音的一句在，他從一快樂那個快樂，你回去播出時候你看一下，那個聲音就是你的優點。抓手一匕首，他就一快樂。然後其實你在高音也好，你在大音也好，你有當到優點存在，只是我真的時候你需要找一個老師。好好的去指正一下亞方面的一個問題。好。假使講你能夠很精準的掌控自己的優點跟避開缺點的話，你兩個成績會比我們期待中的還要好。好。也係我哋知道今日表演較大眾的所在，但是假使講，今日真嘅不肯簽死淘汰吧，你也不要太擔心。
因为你还有你的实力在，加油加油！多加欣赏。好，只有这两个处理那个有细节的功力真的是太棒了，不管是转音也好，然后这个高低音的那个连接，这个细节每一个部分你都处理得非常的完美，也是两个一个强项啦。点情的夜光神攀岩，归乡天风在到面前。还有那个一个优点，如果你本身那个嗓音的线条，你声音的线条就是那么优美的，你到夜的国位呢没问题，完完全全就可以拿高分的这个本事，就是你刘志佑的声音。那你就继续往亚方面去发展，继续往亚这方向去把我那个实力表现出来，那个分数一直就会动高。但是有一点嘅小建议就講後邊進來更難嘅一個關卡，可能會18關卡嘅時要用到，佢冇強用咧。比如講後邊佢現在喺上年米拖嘅個位，而家出嚟嗱學試看啦，唔係講學唔來啊，每天咯，試看啦，嗰個線對嘅話，係係有當好嘅表現嘅機會哦，也係我本嚟建議，好，加油加油，謝謝。好，什麼先生？好，安子識，兩位講得啦哈，安尼先生講明講得，對，看分數。好，整自己的分數。你这样看着我，我也看着你，但我不知道你会不会顺利过关。对呀，不差分数啊。就是一分很高分。哎呀，哦，好來來，看另外一邊啦哈。看你呀。啊。係劉子怡嘅分數。不要自己嚇自己啊！感冒，哎呦，我真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，做唔得，切假，那唔使。真嘅人講法生都安尼。聰哥老講法其實冇強用，聰哥用丹田用共鳴，講法吼唔怕啦，就安尼就好。我喺度睇位見下啲磨水，咪叫我走倉啊！個聲音已經講法，衝出來咩？別注意，咪。咁你都離好用嘅共鳴啊，你丹田共鳴上來啱倉啊，對嘛？剛好去中醫學。沒關係。安哥不要中醫學，唔會傾翻而來係咪？恭喜哈，安子姐，安子姐，什麼大家？可以做休息哈，經過3禮拜精彩嘅 PK 賽以後，總共有12位選手暫時淘汰。在評審現場開會討論以後，有4位選手派鋪返上，分別係宋雄卓、朱俊富、戴偉、曾志怡。希望這4位選手在未來比賽一定會好好加油哦！好，今晡日係傳統組嘅第3禮拜嘅組內嘅 PK 賽，吼，到今晡日我到底會發生乜嘅事情？哦，阮出道的朋友佢係唔咩？哦，願意好也願意壞，看佢出道樣玩嘢哦。嘿，冇啦。你康紅嗎？等下鄉親朋友個，哎呦，個螺絲帽拔電嚟啊！我呀，喺當時呢，呀目前輕流行嘅 freestyle 哦，哈。你有沒有 freestyle？有啊 ，freestyle 嘿。哎，我真的很想 cue 你唱一首歌哎。唱什麼歌？我真的很想要 cue 你，萧煌奇唱老山歌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马开啊！萧煌奇唱老山歌。哎，我那么韩风，你给我当萧煌奇？哎，萧煌奇很韩风哎，他也很欧美哎。是啊，对。对啊。做什么？萧老师他这一次有写专辑里面有写一首歌。对啊，而且你要不要准是底部有也歌诶？舞台嗰條歌當我聽，他萧煌奇嘅家是嚟創下啲客家山歌樣辦啊。哎，向大啦！摘菜。
来咱两三皮哟。对不起，我不该这样子乱 Q 你的，对不起。好啦，拍谁啊？第二咯，拍谁大啊？家好教啦，好教啦，好教啦。好可能佢自从营养班啦，佢要当减退啊营养班啦哦。好，冇接咯，接係會變面咯。好啦，馬上進行今日比賽。好啦，介紹先生嚟。李秋霞先生，Chuck 先生，羅宇先生，曾美珠先生。比賽之前呢，公平啊！哦，公平。講規則啦，講規則，對。公平，講你頭都表現的嘛。唔係，睇定真係感覺到係當場消防器。哪嚟啦？哦，誒，秋霞先生講規則。今日咯，建莊跳馬通嘅 PK 賽又來嚟啦。啊，講喺建莊，喺建莊嚟講平常心，嚇。啊，要辦好好嘅將伊嘅成績表現出來，就係咬絲、節拍、歡喜。嚇，嘅韻味嘅運用，四季八節，最後唔記得，歌詞會記得，你非常重要。啊，看到嗬，面有難色，要注意平常心、快樂心，將嘅感情詮釋出嚟，加油！好，北醫嘅參賽朋友，咱嚟請海軍先嚟看出道那位運氣好嘅朋友來。好。TV 歡迎鍾玉珍。好，來歡迎玉珍姐來到舞台當中，來歡迎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一年咧歌唱班嘅神父係嘛？係啦。歌唱班嚟啊？唔結婚呢？唔拖線橋，加妹，都忙啊。哦，貼 PTV 人節目來做嘅，做上嚟。錯。哎呀，真係假的。好啦，還有7位參賽朋友，請講出道乜嘢？東江我老公哦。你老公？你老公係長山基美男，長樹基美男。幹得起啊？嘿。啊，沒有幹。講幾啊？講哦。誒，出道也發哦。總有能交代。係啊，能交代咯。二時頭係講幾啊？暗部頭又講幾麼？全講。全講啊！好嘞，請講出道嘅老公來。冇條件啊！唔嚟啊！我做唔得條件，條件重出啊！冇看到。來，恭喜文藝賢。啊，冇搞一個出道嘅老公嘅稱號，哎，文藝賢啊，來到舞台當中來。係，請教兩位有熟識嘛？冇熟識。會互相講對方嘛？冇有。強勢嘅。強勢啊！你都強啊！兩位都同會唱，好，安尼來。得啦嘛，幾個？老三個。老三個。安妮咧？係高一菜茶。哦，冇咁樣嘅嚇。高一菜茶。小挑啦嚇，嚟，彈過來。
哇，看网络在赏雅雅呢啊！讲法唔顺。对，拍摄拍摄。太伤嘞。系啊，我上次讲本较缓和的位吼，啥较个呢，这样松了，系啊，那就一下就抽大了。哎呀，一下就抽大了。两位创作样板系要唐先生来公平啦，好嘛？有请了邱夏先生。好嘞，安尼咧玉珍小姐哈，伊个先天条件就变然好啦，声音当亮。啊，毋过伊今日认为我感觉伊气场高，虽然伊个声音当好，但洛杉矶佢最高音的是咪的音，当到咪的音，所以伊唱咧高音的感觉，伊就会不甲它硬掉。也有平安。下了安尼二项，你创了就会安尼南部的小调，系冇？高语菜茶，安尼北方人亲手弹到了首歌曲。一年叫讲安尼啦，歌唱比赛里边，体育班啊弹到呢种个曲调哈。啊，唔讲伊，我讲感觉伊今日可能声音有力音，个有感觉嘛？人多哦。所以你几首歌的表现出来是讲唔讲嘅，力声力音当多，啊，同时你温馨的素材就当多，你不适当。那个山那上我小茶兰嘅菜，是波轮嘅多，小那个菜呀贵呀价。下回还有机会，希望再加油。好，谢谢导演。好，谢谢。先生，蔡先生。好，今日两位哈，带来各位，做嚟講。有較無同樣嘅唱法，但是呢，兩三呢能夠將一個山歌味道來唱出來，也係相當好嘅事情啦哈。首先呢先講，哎呀玉珍姐啦哈，你唱嘅老山歌，其實哈我感覺到人聲係真好，哈，不過你在高音部分也做嚟講利用到當好，但是就唱啊，哎呀李老師有講過，人嘅氣十分要高一些嘅，有到有嘅。最高音咩地方要較有勉強的位哈，還有哈客家民謠哈，也都會咬死咗首歌，注意下。其他人嘅音來講，基本也做得清強哈。再過來呢，就嚟講人嘅語言字哈。基本你講 PK 啊，也都當重要啦。當然一出聲，因為人家南部嘅小調，實在講嘅真好聽嘅歌嘅，蔡元天是上嘅真少年唱嘅。但是呢，佢尾尾呢就可能人嘅聲，嚇，有影響到人嘅成績聽年啦，嚇。喺擺喺個無咁莫仔，好好表現，嚇，好，兩位再加油嚇，謝謝。好，謝謝。咁你就夾夾嚟看一下分數啦，好嘛？先來看總玉珍嘅分數。哦，91分呢，9分啦，哈，恭喜啊，恭喜啊！啊，嚟看另外一位來。文藝賢的分數。分數要當好哈，係啊，嗰個線插牌是只7號線有種白白的那個插牌。好嘛，當好啊。當好，係啊。感冒啦。謝謝。啊，簽時淘汰啦，哈，啊，恭喜你啊。恭喜。按這些，好，在邊當坐。好嘞，海軍再麻煩出一下來。好。哎呦，冤肚吼。哦，講得起，哎呀，老婆唱完，老公唱都唱完。好。幾個入嚟哈，還有另外5位參賽朋友，除了講家以外，還有講乜嘢？我學姐鄧秀英。哦，還講起哦，佢家要拿麥克風傳本呢，哎，你有可能要讀到佢哦。哎呦，也做得啦。來看啦，看係咪出到幾多？做法嘛。做法啦，那樣好，快點做啊！我拿獎嘛，啊？冇條款。哪樣啊？冇條款嚇，冇款。哎呦，伊做法吼。做法做對嘅啊。有效哦。有效。做對嘅哦。做對啊。哦。相同有修飾嘅哦。好。有修曲。好嚟，阿曲子啦，今日嚟到舞台當中。
两位咩应该来到亚当硕士啊哈，有硕士哈，私底下咁樣研究樣嚟創會嘛？唔會啦，要談要講過啦。要講過啊？要講過。轉唱晒咩？哦，我講對方，我講哇，對方。唱出來是對的。唱出來是對，哈，有信心，對嘛？那唱嘛？老山歌。哦，安妮咧？平板。好，嚟彈歌啦。咪上岸河哈，哎呀，個上。嘛，真好啊！伊唱歌時節也加我真吞後難。因吞後啦，做嘛推佢緊張嘅。緊張。太上前歌唱咯，闹连连呐，爱唐流。山沟啊，爱航天呐！龙吟堂中，天福树后上流。着那太上前
呦，容易主持人好，哇，哎呀，什么上岸好哈？哈，什么上岸好？夾上岸好咩？哎呀，啊夾上。嘛真好啊！伊唱歌时节也教我真吞好难。因吞好难做嘛，推佢緊張嘅。緊張。唱一支，哎，真嘅唱一支吞100，唱一支吞100。有愛講啊？唐公平。好啊，羅英老師。講太歌吼，基本嘅我感覺你唱嘅羅山歌以後啦，所以講盡來樣板呢，就係你唱歌嘅時節，你缺少嘅就係舞台嘅經驗。韓國你唱山歌，了了就行硬掉，就係應該柔軟度下唔啦。吼，係行軟掉，下自然掉。我相信呢，你平常時講客家話，平常係當生活化嘛，唔會像唱山歌硬吼，一個拍子一個拍子慢慢唱，唔會嘛吼。平常你講法係當自然，腔讓唱山歌也係像你講法按自然。我相信你嘅山歌聽出當好聽，吼。所以呢，你係你幾隻嘅表現，係講呢，你嘅你係。音準愛聲音，你數每音嘅時節，了了都會下高點，好，冇就係愛數最每音嘅些，當場你係音個如唔啦，好，所以就係會飄來飄去，好，每音嘅時節愛聲音。後上了，躺着那。台上前呐，就下來講咧，要睇這學，呢個上任當好，大家都聽得出來嗬，非常嘅好。咁講唔啲係唔係緊張嗬，又係上就了有點啞啦，嗬，啲麥克風用啲耳機聽到明顯嗬，就係了有點啞。係講本都建議就係你表情愛輕鬆啊，你嘅歌詞係按好嘅表情就係按輕鬆，嗬，輕鬆嘅唱出來。我是想講你小點唱，觀眾看那些感覺嘅多，嗬，小點唱就會當好。香港呢，你嘅啲數每音嘅。接嘅詞嘅時節最常睇咧，嗬，比如講，仲有甜到哪嘅時節，甜音當係最甜嘅，嗬，甜嗬到哪嘅些最常睇咧，韓國超係鹹，又係鹹，嗬，或者是最又係白常睇咧，嗬，感覺你係呢個你係共鳴度就會不夠。還上安講，除了佢數喊下講的，我相信會喊下好，是嗎？謝夢先生，謝謝。好。曾老師，好。出場嗰啲嘅英語老師講嘅嗬，嗰啲關先生佢唱歌嘅，可能係因為比較下少上台去表演，經常係去表演嘅話，我相信累積嘅經驗，經驗經過了後，佢上啊，你是會下行潤流水強揚，唔會按樣一隻詞一隻詞拗到漲按樣嘅啦，嗬，所以相對嘅，按嚟分數你是會打折，嗬，會影響到，唔係可以轉移呢，冇是係要上課嘅話，請教老師，讓扮演為下詞人，嗬，見多練習，歌詞配比數來，你歌詞係唔熟，你是冇法度表達你嘅感情，嗬，再來就係嗰啲優秀字，嗬，歌聲喺堂度前難得唱到安靜安好聽嘅歌聲，謝夢先生。是如講在外啲樹梅嘅所在，英語老師頭先有講，名有甜，咁講嘢後嚟嘅音有點沙沙會走出來，呢一點要加強，好冇？謝夢先生。好，加油。好，謝謝。啊，你都嚟夾夾嚟看分數咯，嗬。跟得起嘅分數。謝謝。是9分以後哈，9分啦哈。優秀曲嘅分數。謝夢
恭喜你13个。就是10分还蛮好嘛，好，安尼比89分的较高哈。当然了。哈，恭喜小 Q 姐啊哈。恭喜啊！安安尼签字淘汰。谢谢。安安尼先休息。功力不够。唔啦，运气无好啦，运气无好啦。啊，做一本只念两记的哈。好啦。咁样办，咁万一你那个是被真的被淘汰吧？你他们专业太太了嘛？为嘛？我做来嘛？我做来，佢讲做也是做起来，啊佢出做啊。啊，伊无出做你就唔做伊来哦。还是看佢安样办人啦。啊！感情很差吧？好啦，要我做起来啦。希望你用个同歌啊，希望欣赏一本哈，咋个转来比啊？好唔好？好，安子姐，安子姐，好来转一边当坐，海军的吹咧。郑永本太歌。好啦，阿本哥来舞台当中咧。哎呦，一本错哈，阿本哥，春3年唔该讲出到乜嘢？冇讲啊。朋友叫，还有邓秀英小姐。哦，他可是乱讲。为什么大家乱讲啊？哦，长线间呢？会唱啊。要推比赛歌嘛？我要看到佢比啊。老伯有比歌嘛？看到佢比赛，上了比赛。哦。让看到就讲。哦。哦，来看一下，看有咩出到去来，天秀英来，出一下，这个出。命运掌握到你自家手中哦，来。哦。唉，冇好教。啊，哎呦。录音堂。录音堂。录音堂。啊，录音堂啊，咩音堂？来分享来到舞台当中，音筒先生。硕士啊哈。好朋友咩？来段硕士啊，来段也当硕士啊，安尼没降机吗？爱是讲爱是假，讲爱是假哦。有信心冇？哦，爱是假，爱是讲爱是假。哦，讲这个。这这个说好好的，好，富来的啦哦。讲个从嘛个讲？冲用路三个字。用地冲三个字啊，一个月哦，一个月冲平板。冇啦。我冲三个字。三个字。同样三个字。好，来，唐亮斌3个字来。走走我行爱闯啊，门前有鸡哦，看到你了头啊，今夕哦是那。目前老行爱多啊，不爱了这那梦上梦又好，爱不了的那。是问的这个。梦色飘来茫那山呐，容易了干呐，安爱了来参哟，牵了。
会不会有创作较激动的喂吼？系啊，哇！冲会不会冲那摇滚版的用的？嘿咩啊！这个闪灵乐团上身哎。两位可以来冲那个心事重重用的。哎呀，因为有做得嘛？啊，模仿伊系嘛？唔会啊，唔会啦吓，因为伊好教嘛。对啊，不能还是有麦克风，拿弄来讲。哎呀，不能用吧？你讲不能用吧？大哥大爱，你大哥，那大哥大大，哎呀，没啦，对嘛？两位年纪蛮较大，伊较大，安尼大哥大大，伊大哥大，对吧？看看那模颜色就对。哦，常常用吧，那唐先公平了。秋夏先生，后来安尼咧，用粉果哦，条件真好，哦，伊表示阮创了3歌。毋过毋敢唱歌，也已经撞。啊，伊上人亲好，毋过毋敢发挥迄个，还是请讲伊要别管，吼，因为伊了3个字，伊吊上去的时间，要注意在记杂诗吼，哦，金时时伊当讲讲，伊创顶伊迄面伊要别管，哎哟，好得无别啦，又吊上去啊，走走莫走走，走走，走走方错莫走走方错。走走我向爱闯啊，门前有起哦。看到日头的时，伊纯音唱到，纯音啊，抖音啊，唱到台湾吼。还有往上往下，每唔伫，啊有唱上去较长条啦。其实你啊，责任哎。老太家只，你就建议你唱到咪的音，其实你做咧唱大音啦。每唔莫你每，讲你要别管，差一点别哦。汉摆迄做咧唱大音的时候，就使用5张做咧按唱法，这本就建议哦。还有安尼咧，你练唐歌啊吼，有练唐歌啊，有练唐歌啊。唔讲行一家就让站来行哦，行到你一家输按种嘅行军力空咯，哦，自我挑战我们错啦哈，但是唔好行哈，平常心。是盲酸弄人家，就当盲酸弄人家，你要饮食有力睇咯。寒爱春天的时节，哎哟，寒爱流泪，这唔好按假事，寒爱哦，还有义务没义务，义务做添嘛，哦。认真做，还有钱唔敢乱人花，欢喜所在乱人花都是有责任。乱人爱花啊！所以你今日表现无双非很好，哈，下回还有机会，加油我，好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殷老师。正台讲吼，当然我感觉你唱到紧来紧自然嘞，紧来紧唔会紧张，所以呢，也是你要注意嘅地方，就是紧来紧唔紧张吼，也是才讲应该深度伫个上嘛吼，毋过上到听骨头嘅些，听欢喜嘅些吼，就会到音有点点会飘来飘去吼，因为感觉太轻松了吼，所以还是会注意吼。系讲最基本建议哦，就是你从了嘅歌词嘅些日头。了解是诶，我建议后背莫加啊，然后那，吼，因为头就会变成头那。好，头那，好，所以呢，我感觉吼，我因为唐伊咧当场系啊，又系那啦，吼，所以我建议就系了解是最好系莫加那，然系啊，好，从伊咧让袂变成人个一只名词，吼，佢头那吼讲出去咧，韩国个人嘅些就系头先讲，因为从到听欢喜吼，听自然咧，所以变成嘅音歌聊天下高调啊，吼，按样数音嘅时间上就会下降。好，下占糖起来呢，就会我哋习惯都就会糖起来降降，好，所以你要注意到哈，莫运动讲起来紧来紧好，好紧来紧自然，唔会紧张，你就系最好嘅表现，好，好，撒下来咧，舞台歌，我感觉你好唱起来唔系紧张哦，你系挺欢喜咧，哈，太兴奋了，哈，所以呢，你家你爱认准哈，就系题目。
水妹吼乱滑嘅時節吼。你真緊係亂滑咯，應該認準了走體咧。韓國第3季吼，你係唱嘅開始吼，有啲當場聽講咧。係有點搶，你係搶拍咧吼，所以係講呢一片冇安樣顯吼。我係按農業嘅就係你特擺唱嘅第2季，吼，還愛賺錢，還個有錢唔敢。呢一片呢，你係數每人接到韓國時嘅世界人民喺當中嘅，因為呢就係喺印象當中，農業家佢哋唱出來嘅山歌，吼，就係嗰啲鄉間啊，聽得到嘅，樹下聽得到，北宮下聽得到嘅山歌，吼，所以你係喺最按農業嘅為所，就係莫緊張，吼，莫太興奮，係講應該認準，莫走聽，我相信你表現嘅當好。好，是嗎？謝謝。好，謝謝哈。好，來看2位嘅分數咯。哦。好，鄭玉凡嘅分數。辦了愛那張啊。雖然講今日唱嘅冇嘛特別冇嘛啲，但是思想妹呀，不強啊。關係嘅時間，我放到度戲度，然後慢慢唱出來，表出來咩？俺是陪睇伊的哈。來看2位嘅分數咯。哦。好，鄭玉凡嘅分數。跟我現在。90分，阿媽你過分咯。阿同伯，看你有。好嚟，盧念彤嘅嚟。盧念彤嘅分數。啊，你分數應該啊，樣都5分，吉祥字。哎呀，恭喜啦！哦，我睇法啦，我睇法係唔怕哈。誒，雖然輸得我睇法唔怕。哦，啊，恭喜啊哈，恭喜哈！啊，2位再位然後坐，按住先，下禮拜再個拼下嚟，好嘛？按住先。好嚟撒下來。純兩撒。兩撒，好嚟，佢出現慢線衝下嚟嚟。好的。嗯。好嚟。慢線衝哈。一位田秀賢，一位彭玉橋，看你慢線衝。彭玉橋。好啦，啊，另外一位就係田秀賢啦哈。2位向下嚟到我哋舞台當中嚟分享。2位互相要講嘛？唔會吧？用麥克風講。唔會講，我講幾種物嘅腦。哎呀，千位講法嚟哦。好啦，你唱哪個？我唱瓜子仁。哦，安妮咧。平板。好，安尼2位就拼下嚟哦，來。
受得命，日新受来送情歌啊，思想妹呀，得强啊，得强啊，咿呀咿得呀。 日新受来送情歌啊，对呀。心上了高郎爱郎，中山了高郎，办了那张啊，偏爱了。 佛呐，又盼了是那间，干了中南，莫通了莫那边啊，快乐了多难。 10分会唱了哈， 10分好弹哦10分你合讲这个唱的10分好弹哦。冇，是小三，小三哦，中央啦，啊是啊，你冇感觉噶？啊，正宫嘛冇唱。小一勇夺第一，小二独一无二，小三爸爸喜欢啊，对吧？以后的迄细妹跟迄那细来哦，看到好讲个啥字叫做小三的。哎呀，小三。哎呀，安尼两位创体就唱声公平啊咧，好不好？有请到车曲嘅先生。好，这边两位哦 ，TV 迄个玉桥子吼，你好，唐艺创山歌其实迄个当享受啦，因为样办呢，家下叶燕老师有讲过吼，一般菜数下啦，也咁咩平台个人来唱轻松快，但是今边迄个比赛咧，比赛唱法有都是我冇重要，去在咬丝方面啊、韵味方面哈，也讲尤其喺小调嘅地方。 哦，也就嚟講下，哎呀，玉橋子啦嚇。當然，佢哋兩首歌詞配速數冇乜問題啦嚇。但是在啲咬絲方面，可能要多少同講一下。一盤瓜子，也係字唔係字，嚇，也係點。30餸，當然，喺度講，也嘅講佢兩個人要嚟講時間，我多到講10嚇30餸。 但是喺講時間係30餸哈，也喺菜肴絲方面你要注意下。嗰還有嗬，你菜灣些時間，哦，唔是按太啦，也喺慶祝啦，唔是揾到按太上，哈，所以你菜灣些時間要稍可注意啊。還有喎，嘅三是要有閉口音，三唔係沙，變沙字嗬。還有熱閃。 中央心思也沒中央夾嘅閉口音，一聽到就做到來嚇。咩個意思？就冇閉口音咧，就唱夾嘅是來電語嚇。也嗰還有很奇妙，得有
也都有时间，本来就要轻轻松，当轻松的结束，但是都有就睇咧，就冇嘛该讲要咪去同伊做嘢，自家要注意下哈。当然，唱人唱歌就唱到真快乐啦哈。聽人講人家嘅聽小言小字哈，其實我咁講嘢，今尾其實你做唱到講當輕鬆，但是你係你唱到要較緊張地位，因為唔平常唱嘅是啲老今尾來比那個，所以講今尾唱嘅冇嘛個特色冇嘛啲，但是唱歌小心，所以劉地位你唱加咁了唱，也個唱詞啊冇唱到當完整的演戲。是那件刚流中还有一个前面快乐了一朵那，唔怕，其实你越强颂唱，人家乐迷做到越讲到，所以你睇歌唱小心去唱，唱喺冚唪唥都完整當前咯。以後你係繼續要參加，要專業要強勢自己，一定要注意，盡量不用強頌唱就好哈。好，兩位加油哈！什麼先生？先生，老師。啊，玉橋子哈，唐島嘅瓜子仁哈。頭先奇怪先生講嘅抹茶，個溫氣嘅素材哈十分太強，因為你麥克風啊哈個敏感度當強咩，尤其係種。麥按糖呢吼，睇下唔嘅得多，其實哦，溫氣哦，做得特別係學生唔講未強調，一溫氣嘅時間，我溫到度是度，然後慢慢衝出來，飆出來，唔係溫氣啊，按是配體嘅吼，所以講係你要注意呢一點溫氣嘅素材，吼，你按輕鬆嘅歌，吼，唔是按一下一節節是問題，吼，韓國小燕子啊，哈，唱歌冇問題，按到舞台嘅經驗咧，嗬。但是還係強調，從先生那高那矮那，有啲拿規律拿嚟去，嗬，自家詩自家按樣俾人來跳啊，嘿，唔好講規律拿嚟去，唱到最尾就拿按樣人，嗬。所以聽嘅人要知道當乖，嗬，每一隻段落樣啦，嗬。所以到每一節嘅時候，有限時節嘅時節是唱到前後咧，嗬，嘅。咁嘅戲詩啊，嗬，是加到千講啊嗱，所以係你要注意，嗬，加住喎嚇，睇自己係你要加住。什麼先生？謝謝嚇，你呢個看用呢份書咯。係，現在看彭玉給我一份書。金毛先生。係，繼續來看聽小賢呢本書。哇，非常高分，也是就是好，就是好。哦，對呀，就是好。恭喜恭喜哈！加油哦，小三。好啦，今日六強啊，這樣讓捧。簽字淘汰啦，簽字啦，咁我們都是我今日六強嘅每一天啊，好嘛？兩位恭喜啊哈！什麼？在別當錯。經過3禮拜嘅比賽以後，總共有12位選手搶死本人淘汰。在評審線上開會討論以後，決定本3位選手各一半嘅機會，分別係邵小蘭、劉彩霞、蔣玉嫻。希望大家在未來比賽會繼續上網變下去哦。今天所有朋友已經 PK 睇啦，哈，係啊，留下來嘅朋友加油！加油加油！冇留下來嘅朋友唔怕。簽字淘汰，咪繼續加油！哦，咪繼續加油啊！好啦，安尼我希望喊當到好唱歌嘅朋友唔點樣嚟報名哈，拜託大家嚟報。報名專線0919388398，還有純正天花0227778231。好，等日到嚟報名哈，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以外呢，咁樣多謝辛苦嘅評審先生安子色。什麼先生？哦，要拍 V 哦，咩 CV 哦？劉行祖啊。什麼長西仔？阿姐。
什么小好，同时他甲我们记得下礼拜空的时间就时间呢，9月10日，9月10日，拜拜。